昨昏连假头一天地牛翻身，宜兰近海暗时8:39发生规模6.1的地震，上大震度有到4级，这也是目前为止规模上大的一届。地震中心就讲，未来3日以内要搁注意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。地震来电火一日游，有差不多几60秒钟。停伫厝外的车也敢伫咧跳舞共款一厉害。昨夜暗8:39发生规模6.1的地震，全台湾上大震度4级。这边地震比前几遍程度较大，时间较久，餐厅内吊灯一日游。我觉得大概有10秒在摇的程度，对，不是那种3-5秒就结束了。很大吗？你自己觉得？我是觉得最近是最大的一次。气象署讲，这边地震发生伫咧台湾东部海峡，是今年到目前观测到的上大规模地震。震央伫宜兰县政府东北方38.7公里，深度98.3公里，是菲律宾海板块插入去后大陆板块下引起的地震。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，我们会认为说，今天这个地震是一个以末代的地震，一个6.1的地震，我们后续可能在3天可能会有5到5.5左右的余震，所以也请民众随时注意气象署发布的任何的讯息。地震迄当阵，代替东固到和平之间台北沿高顶几路的路段，照规定速度放慢。因为台北捷运讲全线列车照规定速度放慢，顺铁记录。已经伫暗时8:59恢复正常。气象署讲，接落来3天，还佫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，大家爱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